歡迎嚟到鐵線洪拳健身房，洪拳快閃講。今次我講下熱身動作。首先第一個動作，擰頭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咁你中意咧，又可以咁樣 hold 住10秒，咁樣 hold 住10秒都得嘅，或者好似我咁樣，好輕鬆咁樣左右擰下都可以嘅。第二個動作，轉膊頭向前轉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你要轉呢個膊頭嘅關節嘅時候咧，你要盡可能用到最大行程咁樣去轉啦。如果你控制得唔係咁好，得咁啲啲嘅咧，或者你可能變咗咁樣嘅話咧，咁你可能要努力下啦。咁轉完前就要轉後咯喎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咁你膊頭向後轉一樣概念啦，都係要最大行程啦，同埋有一樣嘢更加要注意嘅咧，就係要夾背，一定要夾背。如果你唔夾背嘅話咧，你得咁啲啲嘅話咧，你同冇熱身係一樣嘅。嚟到第三個動作，大回環。首先個馬咁樣企先，搞右手先，向後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咁呢個動作咧，切記唔好你個膊頭用力去揈隻手。如果你用你個膊頭自己嘅肌肉力量咁樣揈隻手咧，即係你咁樣揈咧，係冇意思嘅。一定係用個腰馬去帶動，當你隻手好似條繩咁樣，好舒服咁樣去揈佢，咁就為之啱啦。你隻手向上嘅時候，手心要向天；落嚟嘅時候，手心要向地，一路循環大約10下度咧，咁你就鬆到呢一部分嘅關節啦。咁玩完向後，就跟住向前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一樣。落嚟嘅時候，手心向地；上嚟嘅時候，手心向天，咁就啱啦。我都係要再強調一次，一定係要用你嘅腰馬去揈你隻手。見唔見到個腰馬？其實你睇唔到嘅，因為好細嘅動作。千祈唔好用個手嘅肌肉力量，你咁樣揈咧，你嘅手用力咧，越用力就越傷嘅。千祈唔好做錯呢個動作。咁搞完右手就自己醒目整埋隻左手啦，一樣都係咁轉嘅啫。嚟到第四個動作，十字拉，搞右手先，咁樣扣住隻手，拉盡，然後你嘅腰咧少少向左，拉右手就向左，你個頭望呢邊，你個眼向住你嘅最左邊望盡佢，咁你就係咁樣數10秒啦。我俾個側面大家睇下。拉隻右手去你嘅左邊，你個頭望盡你嘅左邊，你嘅眼再望盡你嘅左邊，就你條腰少少向左，咁樣 hold 10秒。咁你咧就可以由你嘅手連埋個腰，連埋條頸，成個脊椎連埋隻手咧向左拉晒噶啦。咁你咁樣又 hold 10秒啦。咁啊搞完右手啊，當然啦。搞埋隻左手，嚟到第5個動作，摸背脊。點樣摸背脊啊？右手盡可能掂到你嘅背脊正中間，左手幫住右手拉落去。如果你覺得自己仲有剩咧，你條腰向左輕微傾側，你 feel 到你嘅右下腹肌肉有拉扯感，就可以 hold 住啦。咁樣 hold 10秒，hold 完10秒之後咧，就咁樣出翻嚟，咁就 OK 噶啦。咁你就千祈唔好做完呢個動作，你隻手咁樣出翻嚟咧，其實你有機會甩臼嘅。所以安全起見咧，做完呢個動作一定係輕鬆咁樣，成隻手咁樣放翻出嚟，咁就 OK 啦。搞完右手就要自己搞埋左手啦。嚟到第6個動作，摸背脊。不過今次用手背摸背脊，點樣做啊？搞右手先，你右手咁樣上去你自己背脊度，你個左手咁樣扣住你個右手，
將你嘅右手向上提，咁樣 hold 10秒。好 hold 完10秒之後咧，就要咁樣出翻嚟先。到你嘅左手啦，你嘅左手一樣咁樣上去，右手咁樣扣住你左手向上拉，咁樣 hold 10秒，hold 完10秒一樣咁樣出翻嚟，咁就 OK 啦。嚟到第7個動作，拉手腕啦。首先搞右手先，你嘅右手咁樣轉，手心咁樣向天，你嘅左手十指緊扣你嘅右手，然後你嘅左手將你嘅右手咁樣向上提，咁樣 hold 10秒，咁樣 hold 完10秒之後呢，就要咁樣反落去，咁樣再 hold 10秒，做完之後呢，就咁樣出翻嚟。咁呢邊搞完右手，去搞左手咯。左手咁樣手心向天，右手咁樣十指緊扣，右手將你嘅左手向上提，咁樣 hold 10秒。好啦 ，hold 完10秒啦，咁樣反落去，又咁樣 hold 10秒。hold 完10秒咧，就咁樣出翻嚟。嚟到第8個動作都仲係要拉手腕嘅，今次咧就要咁樣拉啦，咁樣4隻手指對地，咁樣拉你嘅手掌，就咁 hold 10秒。hold 完10秒咧就 OK 啦。咁右手就自己醒目搞埋左手啦，都係咁樣 hold 10秒。拉完兩邊左右手嘅4隻手指之後咧，就要到手指公啦。一樣咁樣對住個地下，你4隻手指咁樣拉你個手指公 ，hold 10秒，就咁放翻出嚟。搞完右手自己醒目搞埋左手啦。嚟到第9個動作，壓腿。首先坐一坐個馬落去先，其實呢個唔係馬嚟嘅，你唔好當咗係4平馬。總之係咁樣坐落去就得噶啦。你腳尖少少外八冇所謂，舒服就得噶啦。你兩隻手撳住你個膝頭，咁樣壓落去先。然之後，首先向你嘅左邊壓落去。你壓落去嘅同時咧，你要 feel 到你嘅呢一條大髀肌肉咧有拉扯感，咁就為之有效啦。就咁樣 hold 10秒。呢一邊 hold 完10秒，就到另一邊，向你嘅右邊壓落去。咁樣 hold 10秒，咁呢個壓腿動作就完成啦。嚟到第10個動作啦，就比較辛苦少少啦。首先跪你嘅右腳落去，跪嘅時候咧，腳踭要離地，你個 pat pat 坐正你嘅腳踭，伸出你嘅左腳，左腳腳尖向天。你個心口對住你個左腳，向前壓落去。如果你個頭掂到你個腳就最好啦。咁樣 hold 10秒，然後咁樣出翻嚟。好啦，咁樣出翻嚟之後咧，就要打側啦。你個心口向正翻自己嘅正前方，你個左腳腳尖依然保持向天，打側落。打側落嘅時候，你嘅左手掂住你條腰，你嘅右手掂住你個頭嘅呢一度，咁樣落。一樣啦，最好就係你個頭咧係掂到你隻腳咧，咁就最理想啦。又係咁樣 hold 10秒 ，hold 完10秒，咁樣出翻嚟就 OK 啦。然之後，你腳尖放落嚟，擺平，腳板貼翻地啦。你嘅左手叉住條腰，你嘅右手一樣，同前面一樣，咁樣掂住自己個頭，打側落。你嘅心口係向住自己嘅正前方嘅，咁樣打側落。呢個膊頭承托住你嘅條頸。你 feel 到
呢個下腹肌肉有拉扯感就 OK 啦，就係咁樣保持10秒，搞掂就咁樣出翻嚟。咁我呢邊腿壓完自己醒目，就整埋另一邊腳啦。好啦，拉屎一個式啦，就係要拉你個大髀前面嘅動作啦。呢個好考平衡力嘅，其實首先你右腳提起，你右手咁樣捉住你個右腳，輕微向後拉，你 feel 到有拉扯感就可以 hold 住先。之後你個左手伸出嚟，你個身慢慢傾前 ，feel 到有足夠拉扯感就可以停啦。咁樣保持10秒，拉完右腳保持完10秒之後咧，就咁放低就 OK 啦。咁一樣啦，自己醒目，搞完右腳就要搞埋左腳啦，又咁樣保持10秒，咁就 OK 啦。咁呢度成 set 嘅熱身拉筋動作咧，就做晒俾大家睇啦。呢套動作係非常之有效嘅。其實我做任何運動之前咧，呢一 set 動作咧，我都會自己做一次，先至去走去鍛鍊嘅咁樣樣。呢套動作咧，只要你做足全部動作之後咧，你之後嗰啲運動咧，受傷嘅機會咧都可以大大減低嘅。